有趣嘅文具可以提高小朋友嘅學習動機。第一樣介紹就係擦得甩嘅熒光筆，佢除咗可以幫我哋間低啲重點呢，寫錯嘅時候仲可以擦甩。印仔都一樣可以擦得甩，我哋可以呢印喺小朋友嘅手冊，提示佢一啲嘅重點。水溶性蠟筆，小朋友可以喺沖涼嘅時候呢，喺玻璃或者牆上面呢寫字畫畫。就算喺屋企嘅地板或者牆身呢，其實都適用。只要你用濕紙巾或者毛巾呢濕水抹甩就可以㗎喇。有興趣可以訂購。隱形筆最啱呢，就係攞嚟講秘密同埋道歉嘅時候用，一啲我哋平時唔容易講出口嘅説話呢，透過呢一個方式，小朋友就會更加容易呢願意去表達佢內心嘅想法同埋感受，仲可以平時溫習嘅時候呢，好似玩遊戲咁樣，將一啲答案寫喺便利貼上面，咁然後呢，我哋就黐喺屋企唔同嘅位置啦，請小朋友呢揾翻個答案出嚟，小朋友就會覺得好似尋寶咁樣，就會願意去串字啦，或者認識更加多嘅詞語。啱啱開始學寫字嘅小朋友呢，就可以用呢一支筆去幫佢改善佢揸筆嘅姿勢。佢有唔同嘅 size 同埋大細，咁可以就翻小朋友嘅年紀去選擇。小朋友將手指放翻喺窿上面就可以。睇書好悶嗰陣呢，就可以用放大鏡嚟幫佢喺文字入面揾答案。做閱讀理解嘅時候呢，簡直係一流。甚至乎用箭嘴直接指出一啲嘅重點，利用視覺提示，增加小朋友學習嘅效果。我喺上一條影片呢都有介紹過，同小朋友溫習嘅時候呢，可以加入一啲有趣嘅互動環節，咁小朋友就會更加容易想答問題啦。而最後一樣就適合啲坐唔定嘅小朋友啦，可能有啲小朋友呢，需要透過運動帶嚟協助佢哋提高專注力。我哋可以將呢個運動帶呢，就綁喺小朋友做功課嘅台腳或者凳腳下面，咁佢就可以呢，一路做功課嘅時候呢，一路隻腳仔可以做運動。咁當然啦，我哋要留意翻個安全，會唔會棘親小朋友？盡量揀翻一啲合適嘅長度，或者可以問翻專業嘅人士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仲有啲咩有趣嘅文具啦〜